大家好，我係陶斯。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書，係叫做《生命中最後3通電話，你會打給誰》。其實呢，死亡係咪真係咁可怕？書裏面呢有一句講到，被遺忘才是真正的死亡。呢一句意思係死亡能夠帶走生命，但有時候生命喺我哋活着嘅時候就已經形同死亡。如果我哋仲在世嘅時候，但已經被一啲人徹徹底底咁遺忘咗，其實呢一啲關係唔係等同於死亡一樣咩？因為有時候一啲爭執誤會而令到唔想再同大家再聯絡，即係絕交啦。其實呢啲關係真係真真正正等同於死亡。如果有一日對方又或者自己已經真係唔喺呢個世界上面，其實已經唔再重要，因為我哋嘅關係已經一早完結咗。究竟點樣為之真正嘅活着，同埋我哋人際之間嘅關係到底係點樣衡量嘅呢？呢一本書嘅作者係一個台灣人，郭憲雄，佢有個別名叫做小冬瓜。咁作者呢係一個繼承家族生意嘅一個叫做殯二代啦。咁當然個殯字就係殯儀館個殯啦。佢爸爸呢就係綽號叫冬瓜嘅殯葬達人郭冬修，所以作者個書名就叫做小冬瓜啦。五月天呢有一首歌叫做《挪亞方舟》，咁入邊有幾句歌詞：如果今夜就要和一切告別，如果你只能打一通電話。作者就話對呢一首歌入邊呢一句歌詞就有好深嘅體會啦。我哋成日都會發現呢，即使我哋每個人都明白人生無常、愛要及時呢一啲道理啦，但喺事實上喺面對生離死別嘅時候，我哋將頭先所講嘅大道理成日都掛喺嘴邊，我哋真正明白嘅其實有幾多呢？作者話好多臨終嘅病人，佢喺發現自己生命已經走上最後1公里嘅路噶啦，其實佢仲喺度擔心佢自己未完成嘅工作啦，我覺得到底要交俾邊個做啦，又或者係遺產到底要點樣去分配啦。咁慢慢，你連坐下都覺得好攰嘅時候，你能夠去諗嘅已經同你原先當初係好唔一樣噶啦。咁所以呢，好多人喺最後呢一刻先會發現，原來內心最掛住嘅可能係一個已經失去聯絡嘅人啦。一句沒有說出口的話，可能一路以來好想對住某啲人講出，可能好簡單一句我愛你，我好掛住你，都冇勇氣去講出嚟。呢個係真係會成為咗一個無法去彌補嘅遺憾。作者都講到，其實大家都絕對真係明白，冇人能夠真真正正將你每一日當成係你人生最後一日咁樣去過。如果今日係我哋嘅最後一日，我諗我應該唔會喺度錄 podcast， 你都唔會喺度聽緊呢個 podcast， 可能你就係會攬住你嘅另一半啦，攬住你小朋友啦，去揾你嘅父母啦。咁所以就話作者寫呢本書嘅目的呢，佢一方面希望透過寫作啦，同大家分享佢喺佢呢一個職場上嘅所見所聞啦，因為佢始終喺殯儀館呢一個行業去工作啦，佢會最多經歷見到真正生離死別一啲嘅狀況啦。咁同埋佢都有陪伴佢父親走過人生最後一個階段，因為其實佢爸爸都係喺佢好年輕嘅時候，大概23歲就離開咗佢啦。咁佢就因為爸爸嘅離開，所以佢就要繼承咗呢一個嘅生意啦。咁所以佢透過寫呢一本書係可以提供到一啲唔同嘅面向啦，同埋觀點啦，俾大家早啲去正視死亡。我哋大家一齊思考下生命，我哋大家嘅意義其實係乜嘢？呢本書呢係寫咗好多唔同嘅故事喺入邊啦，咁啊充滿人生百態，種種形形色色唔同嘅故事都有。我記得我睇到第3章嘅時候啦，已經係個哭成淚人嘅狀態。係實在係太感動，又或者係可以講話，有時候唔小心代入咗一啲嘅故事情節裏面，你想象自己嘅親人，自己可能真係某一日會發生呢一樣嘢，究竟係點樣啦？我覺得佢係一個好血淋淋、好真實嘅一啲嘅故事嚟嘅。咁我哋講下其中一個故事啊。
呢個故事嘅主角係藍先生，咁藍呢就係藍色個藍啦。作者有一日接到藍先生嘅電話啦，咁就想邀請佢去到屋企做諮詢啦。咁作者一直以為藍先生係要為佢屋企人去準備一場喪禮啦，咁去到發現原來係藍先生自己嘅喪禮嚟㗎，因為呢，佢已經剩低唔夠3個月嘅命啦，佢係患咗一個好重症，就係肝癌。作者呢形容今次同藍先生呢一次嘅對話呢係一個非常幽默嘅對話嚟㗎，因為藍先生已經可能有足心理準備，知道自己其實真係會3個月內就會離去啦，因為個病真係好嚴重。咁喺佢呢一段時間裏面，佢可以為自己、為屋企人可以做啲咩呢？咁當然佢就問咗好多小冬瓜嘅專業意見啦。咁當中提及到有2樣嘢嘅，咁一個就係叫念經機，一個就叫做黃心被。念經啦，即係講緊會播住一啲嘅經文啦，不停喺度重複又重複咁樣去播啦，播足8個鐘嘅。咁藍先生就冇乜呢個概念，咁究竟呢一個念經機呢會係點樣㗎？佢係會講啲乜嘢佛偈㗎？咁啱小冬瓜就冇嗰個佛經機喺身啦，咁佢就大概念咗少少俾佢聽，我諗都係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呢一啲咁嘅句子啦。咁藍先生聽到就話：哇，唔係啊嘛，咁我聽8分鐘，我已經唔 OK 啦，頂唔順啦。話你仲要我喺度聽足8個鐘，唔好啦。咁可唔可以播古典音樂或者係爵士樂嗰啲啊？咁另外黃心被啦，黃心被就係一張可能係好標準、好基本嘅一個又已經有啲圖案喺張被上面，每一個先人都會冚住嘅。咁呢，佢就大概可能俾咗張相佢望望，哇！呢一個唔係好襯我個 style 啊，咁呢，所以就話不如用翻我自己瞓開嗰張被啦，得唔得啊？咁小冬瓜話其實 OK，有冇問題，因為都要睇翻你自己嘅意願啦，因為都係始終呢一個係屬於你嘅喪禮。然後小冬瓜有提及到佢爸爸過身嗰時候嗰個喪禮呢，佢都係攞咗一張佢爸爸冚開嘅一張被，咁就冇用傳統嘅黃心被啦。咁就因為佢覺得呢一張被會比較同爸爸冚落去，爸爸會覺得會舒服啲。呢個有爸爸嘅味道，同埋係爸爸冚咗好多年嘅一張被咯。我記得我當時睇呢一本書嘅時候呢，仲未有破地獄呢一套電影嘅。我而家重溫呢一本書一次嘅時候呢，我發現呢，原來我喺睇破地獄之前，我已經聽過類似呢一段說話。喪禮呢，美其名其實就係往生者嘅事情，即係我哋講緊先人離世嘅事情啦。但其實事實真正面對喪禮嘅係我哋活着嘅人，並唔係往生者自己想點就可以點樣。其實大家如果有睇破地獄咧，應該都可能會記得黃子華有一句對白啦：在世嘅人嘅感受先係最重要。其實唔止死人要破地獄噶，其實我哋活生生在世嘅人都好需要去破地獄。作者都有喺書中唔同嘅故事都有提及到，其實我哋而家人生在世，點樣去真真正正唔好懼怕，去面對我哋終會有一日去步向死亡。作者喺書中呢，喺唔同嘅故事都有提及到，其實我哋而家人生在世，點樣去真真正正唔好懼怕，去面對我哋終會有一日去步向死亡嘅呢一日呢？而當中我哋係咪可以提前去做一啲準備？例如就係可能作者之前提及到一個叫做單程行李箱，因為作者經歷過喪父之痛啦，咁當時佢仲係好細個，喺面對生死呢個重大議題呢一個過程當中呢，佢發覺自己原來對遺產分配啦、稅務證明啦呢啲嘅文件上嘅處理啦，呢啲問題係全部一竅不通，所以佢突然間意識到，如果有一日佢走咗，佢太太同埋佢而家嘅小朋友都可能會帶嚟一啲嘅困擾㗎喎。咁所以呢，作者開始有一啲嘅諗法，就係喺生命結束之前，到底能夠為自己做到啲乜嘢呢？佢會唔會可以預先準備去減輕自己同埋太太嘅一啲負擔呢？等佢哋唔好再重蹈覆轍去面對佢同一個困境。佢有咗呢一個諗法之後呢，所以就諗起咗一樣嘢叫做單程行李箱。
佢講到呢一個單程行李箱啦，其實就係根據馬洛斯提出嘅一個叫做人類需求層次理論。咁大家可以想像下，我哋用一個金字塔嘅形式嚟呈現俾大家睇。喺金字塔嘅最底層呢，咁就係分別就係生理啦，跟住上一層就係安全，中間就係社會，第四層就係尊重，而最頂頂係金字塔嘅頂頂呢，就係叫做自我實現。喺經過呢5種需求嘅等級裏面啦，咁佢就列出咗臨終之前分別要去處理嘅嗰5種需求啦。呢5個馬克思所講嘅人類需求層次理論啦，咁第一個講到就係醫療，咁醫療係最基本嘅嘢啦，咁所以佢喺金字塔嘅最底部。咁我哋每個人都臨終必須要用到嘅醫療服務嚟㗎啦，咁係真係代表我哋講緊最尾真係差唔多離世嘅時候，可能一啲嘅決定，例如要唔要再急救啊，可能其實佢已經好辛苦啦，係咪唔應該再同佢插喉啊？又或者可能喺走咗之後，要唔要捐贈自己嘅器官啊？其實呢啲喺臨走之前呢都會遇到嘅問題嚟㗎。咁有機會啦，同家人都會可能有意見上嘅分歧啦。但係如果呢啲嘅問題可以提前同家人討論，到底我病嘅時候，真係好嚴重啦，你哋再救唔救我呢？又或者有一啲嘅醫療手術，佢使唔使再幫我去做啊？咁喺一啲需要家人係好緊急嘅情況之下啦，咁佢哋係必須要去做一個好快嘅決定。如果我哋其實可以同屋企人早啲去有一個共識嘅話啦，咁可能會都幫助到佢哋，唔會到時候做咗因為好趕急而去做咗一啲決定，而可能唔係咁正確啊，而佢會內疚咯。之後再講嗰個就係財務問題啦，即係頭先金字塔裡面嘅第4層啦。咁例如講緊好簡單嘅遺產。咁當然啦，唔係每一個家庭都要處理到遺產呢一方面嘅問題，可能有一啲細節，譬如平時我哋有啲銀行嘅帳單啊、保險嘅保單啊，又或者有啲債務啊，咁其實我哋呢啲細節呢，平時未必會毫無保留咁同屋企人講㗎嘛。咁所以呢，如果我哋過咗身之後，有機會可能真係呢啲會對家人造成困擾。好啦，就講到中間嗰行，就係嗰個頭先所講嘅社會需求啦。咁社會需求裡面講緊就係喪禮嚟嘅。咁馬克思呢，就將呢一種處理關係呢，呢一種需求就歸納於社會需求啦。咁所謂嗰種關係就涵蓋到親情啦、友情啦、愛情啦等等嘅人際關係。因為呢一個需求呢，反映到臨終嘅時候，我哋個喪禮，因為呢一個喪禮呢，其實就係我哋所有離世者一個最後嘅道別儀式，就係一個最後處理人際關係嘅一次。咁到底到時候要着咩衫啊，用啲咩相啊，用邊種儀式啊，到底播咩音樂好呢？其實每一樣都好似睇起嚟好少好少嘅事，但加加埋埋呢，喺一啲好突然好緊急發生嘅時候呢，就會變咗會可能好倉促咁做咗一啲決定。咁當中嗰個喪禮中間去為死者去處理一啲事，準備一啲事，就唔係一個好大家會想做嘅一個喪禮咯。然後上面嗰層呢，就叫做法律，即係第4層啦。我又覺得少少似翻頭先第2層講嗰個安全需求嘅，即係頭先講嗰個財務嗰個論點啦。咁佢今次講呢個法律呢，咁我就覺得比較可能係 apply 喺一啲社會人士啦，一啲有名譽地位嘅人士啦，因為佢哋要處理遺囑啊嘛，處理啲遺產啊嘛。咁所以呢，呢一個法律呢，可能都係比較有一批人係需要去妥善啲處理。而最後一樣就叫做自我實現。咁呢一個係關於心靈嘅。咁
我覺得呢一部分對於我嚟講係最重要，因為頭先所提及到除咗醫療之外啦，我覺得其他嘢都係身外物，即係你過咗身之後，其實呢日已經唔再屬於你，只不過係可能你留低咗一啲嘅事情，可能你屋企人啊，或者係你最愛嘅人要幫你去妥善咁處理啦。咁但係最後講到心靈呢一方面呢，係真真正正我自己覺得係好重要。喺每個人心底裏面最驚、最恐懼嘅，其實我哋要點樣去面對？我哋最終有一日真係會離開。每一個人呢，有足夠嘅信念或者係諗法，其實到底我哋死咗之後會去邊啦？或者其實我哋到底要用啲咩態度去面對死亡呢一件事呢？同埋我哋究竟點樣可以喺有限嘅時間內同我哋所愛嘅人講聲多謝啦，表達一聲愛意啦，又或者係有一啲嘅誤會啦，你好想道歉啦，又或者係其實我哋點樣去作最後嘅道別。所以呢幾項都係馬克思所提出嘅個人需求嚟嘅。咁對於點樣喺臨終之前去安排一啲事情，可以表達出其實死亡雖然係生命嘅結束，但係唔代表佢係關係嘅結束。我哋點樣可以喺死亡之後延續親人嘅關係？呢一份係我哋人生之中最後嘅功課。唔知大家有啲咩睇法呢？對於啱啱所講所提出嗰幾項關於去預備處理自己身後事嘅一啲準備啦，就我自己睇法呢，我就覺得有少少好似會唔會過分咗擔憂。其實我哋人都未走啦，就要處理我哋即將會離去所帶俾人哋嘅麻煩。其實我哋每個人呢，喺呢個世界上都係獨立嘅個體。其實有一啲形形色色嘅一啲所謂嘅框架，又或者唔想再增添一啲麻煩俾其他人。其實喺對方嚟講，呢啲其實係咪一種困擾呢？亦都當人離開咗之後，所有物質嘅事情係咪真係咁重要呢？都係其實值得我哋再探討，又或者再思考嘅一啲議題嚟嘅。我好想知道呢，大家聽咗咁耐，如果你聽到呢一刻嘅話呢，我好想知道你哋有咩睇法，定係大家都其實好同意將自己即將會離開呢個世界上，會做一啲未雨綢繆嘅方案。好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最後講返自己少少啦，呢一本書係作為我今次讀書會頻道嘅第一本書。我冇乜好特別嘅原因嘅，只不過係咁啱得咁巧，好想講呢一本書。我都估唔到㗎，因為之前我係想講一啲投資理財啦，或者係講一啲嘅心理學啦，或者係講一啲哲學嘅書係比較多。呢一本書呢，我覺得係佢係講好重情啊，情呢個字呢，可以係親情啦、友情啦、愛情啦，亦都係有時我心裏面好類近嘅一啲嘅想法嚟嘅。因為呢，陶斯係一個好中意諗好多嘢嘅人嚟。可能我係絕對係一個 overthinker，有時自己諗唔通嘅時候會問自己好多問題，成日都會問究竟個人生意義係乜嘢呢？究竟我生存喺呢個世界上面嘅價值係乜嘢呢？其實我一路都答唔到我自己。我有一次突然之間諗通咗，其實呢，我唔需要成日都可能去唔開心啦，成日都問自己呢啲問題啦。我哋嚟到呢個世界上就等於好似去旅行一樣。我用咗呢一個比喻，我覺得我咁樣諗好似幾開心。我哋咧去旅行咧都係想開心噶嘛，我哋係想去見識下一啲，譬如第二啲地方會係點啊，或者係去到個地方會有唔同經歷噶嘛，或者你去觀光又好，你去食嘢又好，你去買嘢又好。咁所以我覺得，我哋抱住呢一個心態，我哋嚟到呢一個嘅宇宙啦，你可以覺得我哋嚟到呢個地球啦，其實你可以想像自己係嚟到呢個地球去旅行，等於我哋好似平時去旅行咁樣，去7日又好，去2個星期又好，去1個月又好。咁只不過我哋呢一趟旅程係比較長啲咯，會係80年、100年，如果冇病冇痛嘅話啦。咁
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比喻，我會一路會記住，會不停去勉勵自己，會 remind 自己，其實人生係一場旅行嚟嘅。我哋去旅行係為咗要開心嘅，咁所以當中旅行你每一次經歷唔同嘅嘢啦，你見到唔同嘅嘢啦，你回憶返都係覺得好正啊！呢件事其實人生又何嘗唔係呢？好啦，咁我今日講到呢度係咁多啦，多謝大家可以聽到嚟呢一度，多謝你哋，拜拜。